21號，跟住仲係啊，跟住仲有個係，嗰個唔係啊，有個15號。19號3分，4號進攻，4號2分唔夠，冇碼。16block 10號，16防守籃板。3秒進攻，5秒。30block 4號30防守，30 turnover 16偷波，12分入。炒30進攻，偏槍。21叫咩名啊？海晴。譚海晴。係啊，因為有出球。唔該你。係得啦，而家知啦，唔該阿 Sa。就聽好吧。知啦，唔該阿 Sa。白色就聽好吧。記得佢上咗要着28嘅。黑色10號聽好吧。18槍10球。波啊！執波啊！
加15，進攻籃板16，跟住係10號兩分唔入。15號犯15號。入去。15同4號出換300。OK，點樣對啊？所以都係18嘅，2分跑冇籃板。9號3分跑，冇做開啊！冇籃板。呢度唔該，繼續8飛，14秒掉高。8秒進攻。18號2分，我唔得閒。32分跑嘅，21啊進攻。3秒進攻，5秒。182分跑，都係11，10號嚟喎，10號進攻。即係10號槍9號偷。耳環啊，球員。你放邊啊？你俾你嘅隊友先啦，係啊。拍個手嗰啲。我以為。